因为奥地利的总理是因为要做联合政府的谈判失败，宣布请辞，要交予第一大党极右派的自由党来做联合政府。若是安尼，这嘛是自二战以来欧洲有可能就出现头一个由极右派主导的政府。奥地利伫去年选举结束了，本地当在做组成联合政府的谈判，没想到参加谈判的各党欠共识。人民党这个总理内哈默伫初六宣布谈判失败，伊讲伊家己会甲总理和党主席的职务辞掉。Nach dem Abbruch der Gespräche werde ich daher Folgendes tun. Ich werde mich als Bundeskanzler und auch als Parteiobmann der Volkspartei in den nächsten Tagen zurückziehen und einen geordneten Übergang ermöglichen. 目前，奥地利总统已经授权予极右派的自由党主席基克来主导组内阁的谈判。这是奥地利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第一摆予极右派主导组成政府，嘛是欧洲国家最近几年第一摆看极右派的自由党伫去年大选得到28.9%的选票，比作第一大党，第二和第三名是中偏右派的人民党，得票率是26.3%，和中偏左派的社民党得票率是21.1%。本地因为各党拒绝和极右派来合作，第二、第三大党先谈判组内阁，想要伫无极右派的状况之下形成多数政府。没想到两党伫一寡政策的意见是相过无同，谈判失败。伫总统授权自由党党主席组内阁了后，各党嘛开始愿意合作。Of course, this is a crucial moment in Austrian history. It has never been the case that the Freedom Party had a chancellor. The Freedom Party was never as strong as they are right now. And of course, it's a difference if the Freedom Party is in the leading role, namely in the chancellery, as opposed to be, the minority partner in governments. 自由党伫去年大选的时阵是主张要对移民严格管制，除了要赶走所有非法的移民，佮拍算严格的审查本地是外国籍，但是已经入籍奥地利的移民，互认为讲是伤过极端。不过自由党敢有法度顺利组内阁，目前阁有变数。那新一轮的谈判同款是无法度成功，嘛有可能规个调伫遐，甚至是停办国会大选。但是不管安怎，极右派伫欧洲的影响力扩张已经是事实。公司新闻右派准编译